家好 ，Welcome to your next video。今天的影片是要讲我自己的故事啊。离我第一支影片到现在已经一年了。但是我发现从来没有拍过自己介绍的影片啊，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谁，我来自哪里，然后我为什么当 YouTuber 呢？那我们就开始吧 ，Let's go。我的中文名字是安琪，我的蒙古名字是伊奇米。I'm 100% Mongolian, not mixed one for sure. Yeah. 那为什么一个蒙古人千里迢迢来台湾呢？因为我听说台湾有蒙古没有的蒙古烤。我听说台湾的臭豆腐很好吃，吕叶他们的小吃也很好吃。你是住台南吗？还是台北吗？还是花莲？才不是，我是来学习中文的，而且台湾对外国学生很照顾。后来在南华大学主修企业管理，终于在去年我毕业了，耶！为什么我想要当 YouTuber 呢？其实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蒙古是一个很有名的国家，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的成吉思汗，还有一些蒙古的历史。一直到来台湾以后，跟同学相处的过程中，我才慢慢的发现，原来台湾人或是其他国家的人不太知道我们蒙古是什么样的国家。在他们的想象之中，蒙古还是那个游牧民族，每天在草原上骑马、射箭，住在蒙古包里面。So many stereotypes. Of course， 在我们的文化里，骑马、射箭啊、蒙古包啊，都还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呢，蒙古也是跟其他的国家一样，有繁华的首都、热闹的街道，还有值得你们去看的美景。那为什么大家对蒙古的印象还停在我们的游牧民族呢？Actually, we have a lot of information in Mongolia about our history, culture, like everything. The problem is we don't actually translate it into international language like English and Chinese. That's why people don't know about our country. You know, this is not really their fault. This is our bad. Yeah. 所以这就是我开始用英文跟中文拍影片的原因哦，为了就是让大家知道我家乡蒙古是一个值得你们用心认识的地方。So what comes up next？ 我们之后要拍的影片有蒙古的历史文化、故事、食物等等，跟蒙古有关系的主题。如果大家对蒙古有任何疑问或是好奇的事情，帮我在下面留言啊。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帮我按赞、订阅，然后开启小铃铛，那我们就下一个影片见，拜拜。